次常識嘅任務係種綠豆。首先，準備一個透明杯同埋棉花，將綠豆放喺棉花上，淋適當嘅水，俾綠豆日日見下陽光，耐心等佢發芽。到第二日開始發出可愛嘅芽，到第4日開始長出根，大約有3厘米高。經過每天嘅耐性同照料，到第6天開始發出根，大約有8厘米高，葉都開咗啦，一天比一天高，真係好奇妙啊！經過今次我明白到種植物需要充足嘅陽光、水分、空氣同埋養分先可以快樂成長，而我學到耐性同觀察力，真係一個好好嘅體驗。多謝大家。Hello， 我呢棵植物，我幫佢改咗個名，叫做乖乖。乖乖第一日跟我返屋企，仲係一粒粒嘅小種子。我請媽咪幫我預備一個透明膠樽同埋濕棉花，我再小心翼翼將乖乖放入濕棉花上面。第二日，我見到乖乖開始好似蠶蛹咁有少少裂開，我當時好緊張，擔心乖乖唔識生長。媽咪同我講唔使擔心，聽日就會長出根部。好彩第3日乖乖真係開始長出根部，到咗第4日仲長長咗添。第5日我見到其他小種子都相繼發芽，我仲諗唔知第6日會點呢？到咗第6日，雖然乖乖仲未長出根部，但我依然會悉心照顧乖乖，就好似媽咪平時照顧我咁。我好希望可以快啲見到乖乖長出根部，同埋健康咁成長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2A 李柏睿。今日我想同你哋分享我嘅豆嘅生長過程。我第一日阿 Miss Lam 就派咗我啲豆，之後我翻嚟第一時間就將佢哋放落呢個杯度，之後淋適當嘅水。第2日咧，佢就開始發芽，佢嘅高度係0.5厘米。之後第3日咧就冇乜變化，第4日咧就長出根啦，佢嘅高度係2厘米。之後第5日就長出根啦，佢嘅高度係0.7厘米。第6天咧就長出葉，佢嘅高度係0.6厘米。哇！我今日放學翻到嚟，我好開心啊！今日係第7天，我種呢個盆栽，佢已經9厘米咁高啦！多謝大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做蔡樂章，我今日想分享下我嘅綠豆。第1日佢就發芽，第2日佢就長出根，第3日佢就長出莖，第5日佢就長出葉，佢已經12cm 啦。到第7日佢已經長到20cm 啦。我見到佢咁高，因為我每日都幫佢淋水同埋曬太陽。如果下次我想挑戰嘅話，我就想挑戰下自己種番茄啊！多謝大家。大家好，我今日要分享嘅呢係我嘅種植綠豆嘅經驗。我已經嘅綠豆呢已經有根、莖和葉啦。在種植嘅過程中呢，我每日都量度佢嘅高度。第1日佢只係一粒豆，仲未長出根、莖和葉。到了第3日，佢已經長到3厘米啦。今日已經係第
第6日啦，佢已經長到10厘米啦。我嘅綠豆呢，可以健康成長。我認為呢，有以下嘅原因：第一，我每日呢都俾佢澆水1次；第二，因為呢，我把佢放喺呢窗邊嗰度，讓佢可以曬到足夠嘅太陽啦，同埋呼吸新鮮嘅空氣。咁樣呢，佢呢就覺得佢就會健康啲。跟住呢，我發現呢，有好多嘅植物呢都需要好多嘅條件，包括適量嘅水啦、空氣啦、泥土啦、溫度啦，同埋陽光。我見到呢，綠豆健康生長，我覺得又開心又既神奇喎。我明白呢，種植植物呢，我要付出呢細心啦，同埋照料啦，我哋要花好多嘅時間嚟觀察佢。如果有機會嘅話，我下次仲去種植黃豆嚟挑戰自己。呢個就係我嘅綠豆種植報告啦，謝謝大家。大家好，今日我要分享種植綠豆嘅經驗。第一日，我將綠豆放喺用咗濕棉花嘅碗入邊，經過1晚嘅時間，綠豆已經發芽。第3日，綠豆已經長出葉同埋莖，大約有1厘米高。第6日，綠豆長得比碗更高，大約有9厘米。綠豆可以健康生長，係要每天加水，保持棉花濕潤，放喺陽光充足同埋空氣流通嘅位置。今次種植令我感受到綠豆嘅生命力，體驗到種植嘅樂趣同埋成就感。以上係我嘅綠豆專題報告，多謝大家。大家好，我係2C班嘅林燕彤，我而家就會講下我種綠豆嘅經過。由一粒綠豆慢慢開始發芽之後，一直長高，長到而家已經有20 cm 啦。我每天都會去睇下佢，如果發現棉花乾嘅時候，我就會去淋啲水俾佢，等佢唔好枯死。多謝大家。大家好，我係2C班岑子成。今日我同大家分享種植綠豆。上星期老師派咗5斤綠豆，我返到屋企攞盆栽加棉花，棉花上面加水，然之後嗰5斤綠豆擺喺棉花上面。第2天佢仲未長高，但佢已經發芽。第3天佢已經長出根，1厘米長。第4天佢長出根3厘米。第5天佢長出莖1厘米。第6天佢長出莖3厘米。第7天佢長出葉。我哋要用陽光、水同埋空氣先可以維持
維持綠豆生命。大家好，我係2D1號歐陽子怡，今日已經種咗1星期嘅綠豆，呢度係葉，呢度係莖，下邊呢度找住棉花就係根。我而家已經種到去好高啦，我希望佢再快高長大。多謝大家。大家好，我係2E班何麗欣10號。我今日嚟分享我嘅植物。呢個係我棵植物。第一日佢綠豆發芽咗，佢係0.5 cm。到咗第5日，佢發咗，佢長出咗根啦。佢已經係2 cm。到咗第9日，佢長出長長嘅莖，已經仲有啲葉，不過未打開添。嗰一日，佢已經有5 cm 啦。到咗第10日，佢葉打開啦。已經8.5 cm 啦。我日日都會幫佢淋水，放去個窗台嗰邊，俾佢曬太陽。嗰度都有空氣㗎，所以我好開心，好期待佢會長出葉，仲有芬芳嘅味道。多謝大家。我係2E班郭海晴，今日老師派咗綠豆俾我喺屋企種，我用盆裏加些棉花，再加些水，再把綠豆放在盆裏。第2天，種子發芽高到1厘米。第3天，長出根高到5厘米。第4天，長出莖高到10厘米。第5天，長出葉高到16厘米。我每天都會加水俾綠豆，開始照顧 BB 咁樣，而家長得又高又好。